一上体育课你就没吃饭似的。老师，哥，厉害了，就是懒人项目比较多。快去！老师，你昨天跟钟柏说什么了？刚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带了一大本。你看清楚没有啊？当然看清楚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告诉你。好，哥，这件事情老师已经知道了，千万不要沾到自己的老自尊。老师，让我姐出去躲两天，等哪天她过来上课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周安，老师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行走江湖只有我伤人，没有人伤我。还是那句话，咱们不惹事儿，也不怕事儿。You understand？ 这些不能，就靠那把刀，砍了他们17条街，到现在他们看到那把刀都害怕。呀！我以为是谁啊？原来是阿刀啊！谁家那大呼小叫的？滚！阿刀，你看你现在多厉害啊！有这么多兄弟了都。这个看看。哦，不错，日子过得很滋润嘛。我老大阿南，到底谁让阿南是你叫的呢？阿刀，最近兄弟们的火气都很大。我说不是的，这是兵哥，南哥的大哥。好，没事，大家都不认识。以后有空去我酒吧喝杯酒。阿刀，来学校干什么？你的，很多小事不经过你。别拐弯抹角，到底什么事？我有个小弟在上学，想让我们教训他们的班主任。好，这事我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来处理。南哥，我说我来处理，你真正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散。走。唉，我真的是在用生命来当好这个班主任。晚安。现在没上课，你去哪里啊？我上厕所了。哎，老师，你鼻子怎么了？